開各位，歡迎返嚟粵語天地。而家45歲嘅前 TVB 花旦楊思琦，近年轉戰內地做工攞錢，但佢偶爾都會喺社交平台上在片維持人氣，同粉絲保持緊互動。雖然片多次被指係啲老土，但係所謂百貨應百客，思琦仲係得好多粉絲。最近一條片就轉咗佢平時風格，換上清純娃娃裙嘅佢被大讚有氣質。不過亦因為呢條片惹嚟大吐疑雲，片中思琦手執一杯飲品走出餐廳，隨打開一把透明嘅雨傘，穿住一件娃娃裝長裙同平底木勒鞋喺雨中漫步。好多人都留言大讚佢唔整色整水，簡單非常有氣質。有網友留言大讚呢個穿住好啱你髮型，都係清純簡單嘅你係最靚，正經就挺好，唔好住到古靈精怪，唔好唱歌。不過呢件重新衫就惹嚟佢再度懷孕嘅猜測，網民留言感覺你又偷懷孕咗，呢件衣服有印未？因為角度問題。亦有網民附和表示有同感，而其實片段中唔知係唔係因為角度問題，見到思琦腹部微隆，去到後面更只拍攝上半身，令人唔禁有所聯想，係咪已經懷上3胎寶寶？楊思琦2001年獲港姐冠軍入行後，迅速躍升為受捧藝人。佢喺事業高峰時單親誕下女兒楊卓穎 Crystal， 幾年後又再度懷有第2胎，更表示已同圈外人策結婚，但係呢位圈外老公非常神秘，一直未有露面，令思琦一直被嘲老公係虛擬嘅。而思琦繼續尊重老公唔想出鏡嘅意願，而老公亦尊重佢繼續發展演藝工作嘅意願。近年思琦積極喺內地發展，轉型做主播工作、商演同埋帶貨直播，努力工作攞錢養家。楊思琦工作時會靠媽媽照顧一對子女，佢直言為咗家庭而全力發展事業。隨住女兒一天天長大，佢嘅相越來越似楊思琦其中一任前男友。至於一旁嘅細佬，網友們更多則係大讚弟弟長得好可愛，並稱由弟弟嘅相可以猜測出爸爸嘅樣子。係好帥氣嘅楊思琦出生喺香港，有世佢就居住喺有名嘅窮人勾心水埗大行西新。自己家生活艱苦亦唔係大事，但佢哋家仲有個欠咗唔少債嘅叔父。01年23歲嘅楊思琦參加咗當年嘅香港小姐選拔，初選嘅時候楊思琦並唔被人看好，畢竟佢畢業於中國香港教育學院，只有大專嘅學歷，仲係個窮民窟出嚟嘅。不過隨住比賽進程嘅推進，觀眾地見到咗有住鄰家姐姐般笑容嘅楊思琦，佢嘅人氣慢慢變得高漲，最後佢獲得咗冠軍，甚至包攬咗6個獎項，創造咗獲獎最多嘅港姐紀錄。好快楊思琦就多咗個屋村港姐嘅稱號，褒義貶義都有。楊思琦本人倒係接受良好，總係綻放住可愛微笑。獲得港姐冠軍後，佢又參加咗國際華裔小姐，結束比賽後順利簽入無線。咁一個有話題度嘅港姐冠軍，填補咗 TVB 5小花嘅空缺。剛簽進來唔久後，楊思琦就開始挑大梁，出演電視劇了。04年剛接觸演戲不到1年嘅楊思琦就同佘詩曼、郭羨妮一齊主演咗《無名天使 3D》，並獲得咗萬千星輝飛躍進步女藝人獎。當時呢部劇楊思琦嘅劇情係最豐富嘅，出席活動帶嘅珠寶亦係最貴嘅。好明顯 TVB 喺力捧佢。呢之後楊思琦出演咗唔少嘢，包括千方百計07年出演咗突圍行動。如果楊思琦借住呢種勢頭幹落去，最少唔會冇得接工做咯。但佢偏要同唔如佢嘅男人談戀愛。時間倒反到03年嗰陣，剛開始拍戲嘅楊思琦喺
拍攝《血戰軒轅》時，吳慎喺馬上跌落受傷，同劇組嘅男演員李永豪把佢背起嚟就往醫院送。住院期間，李永豪對佢百般照顧，打動咗楊思琦嘅心。李永豪呢係黃金綠葉李家鼎嘅仔，從細就跟住爸爸拍戲，但長大後只得跑龍套，名氣完全比唔上楊思琦。戀愛冇多耐，楊思琦就搬到咗男方屋企，同李永豪、佢哥、佢父母6口人住埋一齊，順便侍候公婆。另外，佢哋住嘅新屋房貸仲係佢喺還，花費變大，楊思琦開始參加各種站台活動，被佔便宜都只能笑嘴面對。據傳當時 TVB 有同楊思琦談過，希望佢能更睇重事業，同李永豪分手，或者轉為地下，但都被佢一一拒絕咗。冇辦法， TVB 只能將佢暫時封鎖，派嚟參加內地嘅舞動奇蹟。同張傑一組，好不容易喺香港上過陳志雲嘅節目中，被打趣讓雪藏嘅最久嘅佢站喺中間。陳志雲都借住節目點撥咗一下佢，但楊思琦戀愛腦上頭根本唔聽啊！11年已經同李永豪拍拖咗9年嘅楊思琦，突然單方面宣布分手咗，主要係分手時佢已經有咗2個月嘅新人。細路爸爸唔係李永豪，李家同楊思琦都撕破咗臉，開始咗罵戰。李家鼎責怪楊思琦唔知感恩，李永豪喺佢受傷時送佢去醫院，係佢嘅恩人。李永豪嘅哥哥李永漢話，楊思琦放工返嚟叫李永豪煮飯俾佢食，仲叫佢搓腳，太囂張跋扈。李永豪本人表示非常震驚，話2個人已經喺準備婚禮咗。講到呢位惡心人嘅李永漢，佢呢自稱通咗天眼，能睇到前世，佢非要話自己同阿嬌係前世夫妻，希望呢世都可以係夫妻。李永漢自稱為阿嬌前世老公，手拿玫瑰花喺阿嬌樓下等咗佢10幾個鐘頭，準備把自己送俾佢，唔係騷擾嘛？之後又自己寫劇本送到英皇，表示已經拉到咗贊助，希望阿嬌同自己主演。阿嬌呢自然否決，講返李永豪呢對楊思琦呢邊反而話男朋友年薪只有到幾十萬港幣，但沉迷於賽車，楊思琦要幫佢還信用卡，先唔會讓佢入不敷出。李永豪亦唔準備結婚，認為呢只係一張紙，X 字亦唔高。咁2個人嘅感情就有問題嘅。4月份分手嘅同時，楊思琦搬出嚟住。5月交新嘅男友，6月正式官宣分手。呢一講法馬上被李家反駁咗。佢哋講5月楊思琦仲喺俾李永豪過生日，同時港媒呢邊速度超群，爬出嚟咗佢細路嘅生父，就係內地前跳水運動員吳帥。據悉2人早幾年就識嘅，吳帥退役後開始經商，係一個富豪。楊思琦媽媽睇唔上李永豪，就撮合咗2個人喺一齊。楊思琦呢邊表示當時係為咗讓李永豪死心先才謊稱懷孕，不過幾個月過去，佢嘅肚子越來越大，證實咗先出軌後懷孕嘅傳聞。冇辦法，佢只能遠赴美國養胎待產。不過呢，吳帥亦都唔係乜可以託付嘅人，馬上佢就被爆出唔少黑料，係運動員時經常向隊友借錢，退役後開補習班向學生家長借錢，甚至被告上過法庭。而且吳帥喺內地係有未婚妻嘅，佢當時對楊思琦講俾自己點時間解決，唔知道解決到邊度去咗。呢邊楊思琦終於幡然醒悟，分咗手，生咗個細女，仲同自己姓。佢又去求樂易玲俾自己個機會，樂易玲親自去機場接佢，排場真係非常足。不過過咗咁耐，同時期嘅小花早已飛黃騰達，佢只能俾當時嘅同伴做配，唔可謂唔慘。14年同無線嘅合約到期後，佢來到內地工作。
為咗養細路，佢咩工作都接，甚至推銷啤酒。嗰時有媒體報道佢同帥隊友逾越走嘅挺近，不過都唔了了之了。當晚係楊思琦嘅生日，鐘嘉欣約咗劇組同事一齊去離酒店5分鐘嘅卡拉 OK 唱歌。凌晨1點多時，佢哋出去截嘅時，唔想從幾輛嘅士上面落嚟咗，將近20多個男人對住佢哋喊別跑。兩個人第一反應肯定係跑啊，結果兩人跑到一條死胡同，幸好地上有個洞，上面有一堆垃圾。鐘嘉欣讓楊思琦跳咗入去，佢平躺下嚟用身體蓋住洞。兩個人仲聽到咗啲人嘅腳步聲，又睇到咗手電筒嘅光。後來助理趕過嚟，在胡同裏叫佢哋嘅名字，佢哋兩個先敢從洞裏出嚟。楊思琦話兩人係過命嘅交情，又因為被無線封口，所以只能10年後揭露出嚟。鐘嘉欣則話冇被封口，呢唔係大事。後來鐘嘉欣話可能係對方想找店家報仇，但認錯咗人，所以才有咗呢樣嘢。19年，楊思琦宣自己又懷孕了。早在1個月前，就有網友偶遇外出錄節目的佢。嗰時小兔子挺明顯噶。楊思琦發文回覆，講同圈外老公結婚咗。港媒紛紛出動尋找呢位圈外老公。好快大家嘅視線就注意到同楊思琦傳過緋聞嘅富豪。15年有傳聞講一位高富豪送車送單位樓，只為咗獲得美人嘅青睞。不過呢一傳聞已經被楊思琦自己否定咗，佢講老公係朋友介紹嘅，懷孕產檢時一直就係佢自己去，老公從來冇出現過。唔久之後細路出世，依然跟住母親嘅姓氏。到呢度都冇乜，畢竟跟母姓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細路接送都係佢自己或者父母做。21年出車禍，佢嘅老公都冇去醫院探望佢。轉言呢不就來咗嘛？首先係有人講佢嘅老公可能係佢自己臆想出嚟嘅，佢嘅精神出咗問題。另一種說法係楊思琦可能唔係明媒正娶嘅，所以唔方便透露。唔知係唔係為咗轉移注意力，剛生完細路嘅楊思琦就接咗個節目，大爆曾經被 TVB 高層做過傷害佢嘅事。當時佢剛好未婚先人，仲同李永豪一家拉拉扯扯， TVB 自然要多加考慮。到而家呢位老公亦都冇出現過，大家對呢樣點睇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